皆さんおはよう、ズキです。今日係2月19號，係我嚟到今集嘅第二日。我係尋日2月18號嘅早上日頭嚟到今集嘅，喺17號嘅夜晚10點40分左右，由東京迪士尼日高巴士センター通宵巴士站搭咗大約11個幾鐘嘅車程嚟到今集嘅。其實由東京迪士尼嚟到今集大概係500公里左右，如果自己揸車唔停站嘅話呢，大約6個鐘頭就可以㗎喇。但係因為通宵巴士喺東京嗰一邊，除咗停迪士尼之外，另外仲去咗羽田機場同埋新宿站，之後先再過嚟北陸呢一邊。而嚟到北陸地區，首先會去咗富山站，之後係高岡站，最後先係今集站。所以其實如果係怕搭長途車嘅朋友，如果係由東京出發嘅話，喺東京搭新幹線大約2個幾鐘頭就會嚟到今集㗎喇。又或者搭內陸機去鄰近嘅小松空港，落機之後大約30至40分鐘嘅車程就會去到今集站。好啦，返嚟今日就去咗依家暫時居所附近嘅一間御好燒專門店，Okonomiyaki食御好燒。呢一間Okonomiyaki嘅專門店呢，裏邊除咗有大家熟悉嘅大阪燒之外，仲有文字燒、Monjayaki、廣島燒、Hiroshimayaki 同埋一啲炒麵、Yakisoba 一啲鐵板嘅料理啊、小食等等。其實基本上以上嘅呢一個配套呢，大多數呢一類型嘅御好燒專門店呢，都會有以上嘅菜單㗎喇。而今日我叫嘅 Okonomiyaki 就係 Ebitama 蝦仁大阪燒。咁其實大阪燒嘅 topic 主要其實都係由豬肉、海鮮又或者一啲素菜，例如粟米啊、年糕、芝士等等為主嘅。而我自己食大阪燒，其實一向最鍾意呢就係自己親手落手去煎嘅。但係如果喺東京又或者係一啲高級嘅商場啦，可以親手落手煎嘅大阪燒餐廳其實唔多，多數都係由店員煎好，然後再放喺台面上嘅鐵板熱住。而呢一間 Okonomiyaki 如果自己燒嘅話呢，係唔需要額外收費嘅。但係如果想由店員幫你去處理嘅話呢，就要另外加50 yen。首先我會喺鐵板上邊放一啲大阪燒嘅 topping， 好似今日我叫嘅蝦仁咁，我就會先喺鐵板上面將蝦仁鋪平煎一陣，然之後再將剩餘嘅材料放埋落去，將所有嘅材料放晒落去個鐵板上面之後呢，就可以用匙羹咁樣輕輕鋪平，整返靚個造型。之後其實台面仲有一個漏斗，大約6分鐘之後呢，就可以反面㗎喇。之後再等多6分鐘左右就食得。時間差唔多啦，可以反面啦。尋日朝早一落巴士啦，基本上見到成個北陸地區都係白雪紛飛，俾大雪包圍，周圍都係積雪，而且氣溫又比較低。加上我啱啱嚟到嘅呢幾日，大約係2月中至2月尾左右啦。嗰陣時北陸嘅天氣比較處於係一個寒流嘅高峰期嘅狀態，每一日都係大雪紛飛，基本上每日出入入，長時間都係落住雪咁樣去行動嘅。地下上邊啦，遍地都係積雪同埋冰渣，所以一開頭呢幾日喺今集嘅時候，其實係真係未係好適應當地嘅天氣同埋氣候嘅。但係大約過咗1個星期左右啦，寒流慢慢離開，落雪嘅時間亦都少咗，出返太陽，氣溫都明顯上升返好多。好啦，返嚟今日，依家望落去個樣，可能同平時大家見到嘅大阪燒好唔同咁，但係其實只要加返一啲醬汁同埋配菜，出嚟嘅味道基本上係同大家大部分食到嘅鋪頭一模一樣。首先搽一啲大阪燒專用嘅醬汁 sauce， 其實以我所知啦，日本嘅呢一隻 sauce 其實係同平時大家喺日本食吉列豬扒用嘅醬係同一隻醬嚟嘅。
之後就係大阪燒一定要落嘅マヨネーズ蛋黃醬，即係沙律醬。最後就要放埋一啲木魚碎同埋海苔碎。完成啦，個樣係咪好靚呢？お好み焼き其實可以話我喺日本一樣幾鍾意嘅食物嚟㗎。以前喺日本留學嘅時候，都好鍾意揾一啲喺民居裏邊嘅大阪燒專門店。呢類型嘅店鋪啦，氛圍感會同平時喺淺草商場呢一類型比較出名啊，比較多人認識嘅大阪燒鋪頭食到嘅感覺好唔同，會多咗一種民間人情味嘅感覺。而另外喺日本食大阪燒、鐵板燒呢一類型嘅菜式啦，佢哋基本上係唔會熄火嘅，鐵板係會 keep 住係熱嘅，所以呢個時候如果唔想大阪燒一直咁樣燒住加熱嘅話呢，喺日本就會咁樣用兩個比較大啲嘅鏟，好似咁將大阪燒盛住，咁樣呢就可以 keep 到溫度嘅同時，又唔會怕過分地加熱。好啦，我唔客氣啦，いただきます。今次嘅大阪燒，除咗叫咗一份エビ玉之外，另外其實仲嗌咗一隻雞蛋，仲有ランチサービス送嘅一碟枝豆。我唔客氣啦，いただきます。食之前再補返多少少沙律醬，咁就更加完美。今次嘅雞蛋啦，本身係想煎到好似太陽蛋咁樣，用半熟嘅蛋黃流落去同大阪燒一齊食嘅。但係因為今次冇注意個時間啦，時間有啲過咗時，所以就變咗隻熟蛋啦。今日嘅影片去到呢度，多謝大家收睇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